今仔日是有教囡仔讲绘本迄个 Clubhouse，有今仔日是轮到我讲绘本，毋过就无准备足充分的，加载有斗阵学台语，迄个课仔内底有一个甲我较有交情的，伊嘛甲华语先做翻译做台语，对伊来讲嘛是足简单，就有请伊斗3工，安尼互我讲会当顺利甲故事拢绘本拢读了。一开始是无啥物人入来，就阮几个安尼地方，就几个成员3、4个，尾仔较有人豆豆入来。毋过嘛不要紧，就是讲对我来讲，这就是一摆的练习，练习就较有印象，就袂想讲爱有偌济人来听，嘛拄仔好内底人嘛阁有兴啦，袂讲看人足少就讲要结束啊，安尼嘛真好啊，安尼就斗相共啊，就是讲找机会互家己练习，互家己用台语去念绘本、讲绘本，拢是足好的练习。虽然讲有可能讲较无好势，毋过嘛是若讲照这朋友甲我翻译的稿对咧来念。就学一寡新的词，阁有一寡台语的用法，拢是初步长地学，毋过就是讲有啥物机会拢去学，袂讲想足济讲，这部效率啦，这部安怎安怎，袂去想遐济，无人听，我就当做是家己的练习啦，无想讲。要伫 Clubhouse 顶头要创啥物代志，安尼足无压力的，其实嘛真好，就是交朋友尔，找机会练习，就是安尼尔。尾仔讲，尾仔倒阁有一个读册会，人数嘛足少，我想讲即种读册会就是拢会人愈来愈少，安尼就大家去找。较合的一个读册会时间上，无是内底主题、内底成员安尼。我嘛是安尼啊，就是找讲家己较有适合的。若讲时间上有啥物拜六、拜日的，这就真正无法度。就莫勉强安尼。就有看到讲，读册会内底其实嘛有。讲伫做台语的字典的人头人做较足辛苦的，毋过知影的人无济，一般拢是用教育部的，无就是讲台语就是考试的人有可能较会去查字典嘛吼。伊嘛做甲讲，逐个拢，毋是讲做甲做，逐个拢熟悉逐个拢。斗相听、斗相共其实无，毋过就是，这个世界就是安尼啊，就变讲有的人，有可能伊做甲教授，伊资源较济，伊讲话就大家较爱听，有的人就是平凡的人，伊嘛豆豆地做，毋过，就本来就较无人。注重的台语，伊伫安尼苦做，当然嘛无法度讲足深足红，大家拢足重视的。就是讲伫即个社会想要互大家拢足重视的，这若去追求即种物件，就会艰苦。就是安尼。若讲会当追求讲。我会当用啥物方式？对我来讲就，对我来讲就较
专长，安尼豆豆去做，莫有足侪比较的心态。安尼其实就会讲做这代志较会久长，较袂讲切身啊有诶无诶。啊，阮嘛是讲即马即个阶段，就是交朋友啊，加听一寡台语人讲话，安尼加学。即马是听台语较济，因为要听台语这资源较济。毋过若讲要讲，着爱对方嘛听会惯势台语，安尼这着较无简单。着尽量着较无机会去练习讲用台语去安尼表达，去使用台语去表达一个口语的一个文章，口语化用口语去表达，当一个演讲。即马较有练习的，就是我使用台语来讲口语的日记。安尼这就是我上较有伫做的练习。若讲到底讲这效果安怎，其实嘛毋免去看济，就是有甲家己会合的方式就好啊。亲像讲我伫厝安尼摕一个麦克，安尼就开始讲。嘛袂讲需要啥物画面啊，加一寡影片啊，其实嘛毋免啊。安尼就会当做一个练习，就较简单，就会当做的代志。安尼就毋免去强求一寡讲爱别人配合，爱有资源。有的人较厚，当然就做大代志。大代志就是需要诚侪人入来斗相共，爱有一寡钱啊，有诶无诶。阮即摆诶阶段就嘛毋免啦，就是加学加讲啊，安尼是阮即摆我即摆就是加讲好势，定定使用，尽量使用。有机会写一寡文章啊。若讲写文章，就无需要啥物资源啦，就毋是讲去演啥物戏剧迄演戏剧当然就是需要做侪资源呢。我就无安尼嘛，毋免去看讲有做即种拍电影啊、搬戏啊，这就较高级。那我即种诶，就看起来就做看正步，看甲毋免看家己无点，其实毋免，就是讲对我来讲，我想讲足适合家己，嘛毋免讲有啥物惊失去、惊得着即种心情，安尼轻轻松松较会久长，就毋免去讲别人拢做啥物代志，别人拢为倒位方向去行。最后就是进前我伫做任何代志的时，拢会讲写小说，写小说就会讲别人是安尼写的，别人会利用啥物管道啊，有人会安怎，会参加啥物活动，互家己的小说，互搁较侪人知影。有的人是栽培一寡网友安尼，就变成讲有的人是写这小说写甲做火狮狮，总写一寡厉害，器官拢走出来迄种，较残忍这嘛是有市场，因为足特别，足较刺激，就大家拢嘛有较有兴趣。就是即马就袂讲用以早即种想法去想讲别人啥物题材，写啥物主题足较像安尼，我就
都会新鲜。即马就无啦，即马就知影讲，以前就做过即种代志，去去看别人，安尼无看着家己，去关心别人要安怎做，就会讲这家己足可怜的，哪会看起来足有才情，毋过就是无法度像别人安尼，拢足侪人拢会去看着伊的作品，伊早会安尼想。即马渐渐知影讲，安尼想上尾仔嘛是换着，嘛是会艰苦，艰苦这嘛无对代志嘛无啥物帮助，就是爱先甲家己的心情处理好势，莫阁亲像以前安尼，惊家己行的骹步是错误的，就一直去看别人，亲像讲体操看别人做啥物动作学别人，拢足惊讲家己甲别人的动作无共，有可能阁会希望讲，足侪边仔的观众看的拢是我这个人，拢有即种想法。毋过这想法以早就拄过以早就即个故事，以早就安尼有经过即种故事，就嘛知影讲，这到尾嘛是嘛无法度满意嘛会阁一直去看别人，为即个为迄边看去即边去，看来看去，就是会对家己的表现对家己有受到重视，还是也是无受到重视的毋愿都最后拢变成安尼，家己会愈来愈气。即摆就是爱调整，就知影讲莫看别人，我就知影讲有人足有心去做这代志，嘛有台南妹安尼，互足侪人爱看，伊嘛足用心，嘛拄仔好伊的种种的物件是大家较有兴趣这当然是好代志，就毋免去想讲我若讲家己安尼拢一个人安尼画背，莫阁想安尼，就亲像讲，以早伫写小说，嘛有人中国人写小说，替人去做网架，阁连续剧安尼，大家就足爱看。当然这若变成阁去做戏剧，当然就是完全无共嘛。这就是甲一个苦苦咧写小说的人，这该赞就是无共坎就是加一坎就去哩毋过拄来讲，就是莫用即种想法去看，莫讲这个人加一坎差家己家己要去约是爱约到啥物事，拢会迄个时阵写小说实在是定定有即种心情，就诚痛苦。即摆就知影讲，毋免安尼，家己莫安尼，莫啥物拢想讲比别人有出头啥物拢爱比较。其实毋免啦，嘛毋免讲别人做啥，我着对因做啥。其实拢毋免。我着换一个态度，换一个观念，去面对我即马伫学台语、讲台语即项代志。莫阁用以早迄种欣赏别人安尼变做看着好的作品，就会怨妒，就无爱看。
安尼毋是真正这路愈行愈矮，啊尾仔就无写嘛，因为就会想讲家己写假是无算啥，就是会烦恼。烦恼的物件拢毋是作品本身的物件，拢去烦恼讲写完作品以后无人看，去烦恼的物件竟然是即种物件。这就亲像讲，我若即摆伫学台语即件代志，我迄烦恼的应该是讲，我这台语讲甲无台语开，受着华语的影响，安尼就对啊，你着去注重这嘛，无就是讲，我即摆台文我爱好好去学习，学习，定定去练习，无就是用台语来思考，去想这就好。毋过我毋是呢，我阁变讲去烦恼即种台语本身以外的代志。举一个例就是讲，去烦恼讲，哎呀，即摆人拢无重视啊！即摆这环境你讲台语，结果别人就安尼甲你念讲你讲无好要甲你阻挡。这其实是台语以外的代志呢，就亲像讲我写小说，小说以外的代志，就是讲你写小说，结果主要大家爱看的，都毋是你写的即种即款物件，这毋是就是写小说以外的代志吗？我就是以外的代志嘿。就是即摆着爱愈看愈清楚。其实即摆需要做的就是看互清楚。人生的智慧，就真正爱去使用。以早有可能听足侪演讲，拢知咧。毋过家己做的，搁甲家己知影的是是无共款的。无法度讲。知影啥物，结果嘛会晓做，这就较困难。定定拢是知影即项代志，毋过做袂到，嘛无法甲讲家己甲知影的代志是做颠倒反的方向。即摆就是，定定去想，去甲一寡物件去放下，爱看别人，像今仔日读册会，听别人遐辛苦去做一件代志，毋过重视的人无济。我会当斗相共，就是去捐一寡钱安尼少少，我会当做的。毋过我毋免去烦恼讲，哎呀，即个环境即个政策即个政府，毋免去烦恼济。这每一个人当然有每一个人想要做的代志，嘛有每一个人伊会拄着的困难。我嘛有拄着我的困难，就是甲这当做讲去看看就好，莫去摕来烦恼。我即摆就是甲一寡听来的、知影的代志。莫颠倒变成家己的烦恼，安尼上重要。就是安尼。